歡迎你收聽和諧之家為照顧者而準備嘅聲音陪伴。如果你正承受家庭、工作，又或者長期照顧屋企人嘅壓力，喺呢一刻你唔需要回應。如果喺收聽嘅過程之中，你感到有情緒湧現，你可以隨時暫停，又或者喺一個令你感到安全嘅時候，再聽返都得嘅。呢一集嘅靈感係嚟自一本繪本，書名係《別來煩我》，作者係維拉·布羅斯格。呢本書原本寫嘅係一個角色，佢好努力想完成自己嘅事，但係一直都被打斷。雖然佢唔係一本講照顧者嘅書，但係對於好多照顧者嚟講，喺呢一個故事裏面，佢會聽到一句好熟悉嘅心聲：我唔係唔愛你哋啊，其實我只係想靜一靜啫。有一個人每一日都喺度照顧緊別人，佢唔係冇需要，只係習慣咗。佢習慣將自己嘅需要放到最後，久而久之，佢連自己都唔記得咗，原來攰，想休息下，都係可以講出口。有一日，佢突然間發現自己其實只係想靜靜地一個人。佢唔係逃避，亦都唔係放棄，佢只係想有一啲空間，唔需要回應任何人，唔需要再繼續撐落去。但係當呢一個念頭一出現嘅時候，心裏面就會跟住出現另外一把聲：你點可以咁諗㗎？屋企嘅人好需要你㗎嘛，好似做極都做唔夠咁。於是佢將嗰一個想靜一靜嘅自己，再一次收埋咗。有時我會喺度諗，點解我想停低，個心都好似揦住咁。咁你緊張嘅時候，你嘅身體會有咩感覺㗎？個胸口好似抽住咁。如果一停，就好似會有事發生啦。如果真係有事發生，你覺得嗰一件事係會發生喺你身上啦，定係擔心發生喺其他人嘅身上啊？其他人度咯。我會諗，如果我唔撐住，會唔會冇人撐得住呢？聽落你好似好早就已經學識咗，你一定要企喺度撐得住，咁樣大家先至會安全。可能係，我都唔記得咗，唔知幾時開始休息都變咗一件要批准嘅事。但係如果喺今日冇人再叫你，你再撐多一陣啦。你最想係要做啲咩啊？其實好簡單，我只係想咩都唔使做，坐喺度，唔需要諗下一秒做咩咯。聽你咁講，其實我唔覺得你懶咯，我只係聽到你真係好攰啊。好多謝你咁講，我好少聽到呢一句。而家我哋用3分鐘嘅時間，靜靜咁樣陪住自己。你只需要揾一個舒服嘅地方坐好，雙腳貼實地面，雙手可以好自然咁樣平放喺你嘅大髀上面。如果可以嘅話，請你可以合上你嘅眼睛。但係如果你唔想合上你嘅眼睛，都係可以嘅。首先，讓我哋去注意返而家呢一刻嘅自己。我哋將我哋嘅注意力放喺自己嘅呼吸。我哋慢慢咁樣吸一啖氣，唔需要好深嘅，只要保持自然咁樣呼吸就得㗎喇。我哋再吸氣，再呼氣。如果呢一刻你都放鬆唔到，個心仲係好亂，
覺得好重，唔緊要嘅，你唔需要去強迫自己冷靜落嚟，只要好好咁樣陪住自己就足夠。我哋再將注意力返去自己嘅呼吸，我哋吸氣、呼氣、吸氣、呼氣，再吸多一次氣，呼氣。我哋再嚟多最後一次，我哋慢慢吸氣，吸入一啲嘅空間，一啲輕微嘅放鬆，然後呼氣，畀自己返到去一個你覺得安全嘅位置。當你準備好嘅時候，可以慢慢活動一下你嘅手指、腳趾，再慢慢張開雙眼。多謝你願意陪自己走到呢一度，你唔需要因為今日嘅感受而即刻作出任何嘅改變。如果你希望揾人傾談，或者需要更多支援，你可以致電23420072聯絡和諧之家，或者聯絡你信任嘅親友。記住，你並唔係自己一個人。